水顶咱公营队长。你无2万，咱拢免2万。也可以啦，你要带人。老师你先坐啦，不要紧。那个就是我那公营队长。我在问讲，你后礼拜来啊来啊来！票是要安我迄个写信封，爸爸妈妈的我写一放一边哦，要你的我搁另放伫迄个应该伫秀山街迄个入口，我会看放伫迄个，我有招待你，因为我会摕入去，我摕入去我会放谢谢。吹掉。为遐这平安，欢迎邀请咱大家用欢喜的心来从咱等一个吟诗学老，诚做礼品来献予咱的上帝。咱第一首要用的圣诗是圣诗第16首，圣诗16首，咱就对主唱歌，咱就对主唱歌来献上咱的感谢。第21个歌词咧感谢的主题是啥呢？主要是创造。所以你来看歌词最后第一页最后一项，星星、日头、甲大海。伊看所造是好，万有极美丽，所以这是咧讲咱感谢上帝的创造的美好。第20个歌词是咧学老啥呢？是咧学老上帝将迄个咱相信耶稣基督是圣囝的信心，以及咱相信耶稣基督要带咱入属帝国的迄个愿望，以及咱。为着要实现这个上帝国，咱对咱的上帝，咱对咱所有
世间的所造，爱有即个疼心来咩讲？欢喜来阿罗上帝吼，所以咱等下来唱的时阵吼，会当来思考这歌词的意义吼，咱16首来吟全首。咱着对主唱歌，咱着对主唱歌。快乐饮食来安乐，唱出听头是歌，阿罗主每日心创造，上主奇妙创造，只身日头甲大海，伊看水做是好，万物皆美丽个好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咱着对主感谢，咱着对主感谢，快乐饮食来尊崇，表现心性甲听。万物对主所着希望，一切所造万物，称赞上主极伟大。咱阿罗主饮食，为属乎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好，真好。咱第2首要来吟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啊，咱这首诗歌吼。大声的3节，咱无要唱副歌的部分，吼，咱就直接第1节接第2节接第3节接第4节了后，较来唱副歌吼。好，请咱大家来注意，咱来练习看卖啊，吼。救主听痛声音，我着曲调的心。当我做这受定世界，听我实在救主叫我，救主叫我真情，我着听他命令。在我软弱快叹需要，我会得奖。救主叫我警醒，救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行恁来受主的解，伫高天。主，我来求你。主，我来求你，我搭救困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好。咱第三首要来用圣诗546首，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这首歌咱由我来吟全首。
天父我在一生供应，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虽有烦恼，我愿照主所爱，困求上帝的施赞我，全部互使敬拜，打求天父感化我心，体贴情郎的情，快乐的人甲因快乐，有阮互因安宁。我爱相思是刻点情，安慰别人无听。我踮世间，我踮世间，无论倒位，无论甘当啥子，求爸赞我甲人相好，心生着幸福事。主我欠你仁爱的心，做你做应无怨言。天父求你，天父求你，你赞我，行基督的正，赞愿一心守己安分，常常甲你同行，愿你感恩看做美味，应献天父生命。我做恁爱，我做恁爱天父这应，为目受着苦楚，因为心内心受真理，做行无做路步。我若常常刻期待你，就得自由大好。好，咱今仔日唔是学到到这。这时，请咱闭眼睛来敬拜上帝。
我着带什么石群上主来敬拜至悬的上帝，兼着用烧化祭，也是用满蟹的牛仔来石群伊。上主兼袂欢喜千千只的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兼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上主已经指示你什么是上好，伊要求的你，只是行实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16首，咱就对主唱歌，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地，做伙来额头祈祷。至悬至圣的天父上帝，当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的神甲阮同伫地，互阮伫阮的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行做忠实的信徒。慈悲永活的上帝，伫大降节即要到的时，阮少念你所赐互阮世间极大的恩惠。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道成肉体定是地死，来赎回阮世间所有的人。担伫你的正平，做中保掌权，同世间来感谢你。你也有差遣圣神伫阮的心内做工，你的信息永远袂变，互阮得到永远活的救赎。阮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你是平安的根源，共欢喜人彼此和睦。求主看顾保守阮的国家有安全甲和平。保护阮的民主自由，虽然有各款的意见，求主互阮伫主的内面，拢会互相来彼此疼痛，互相消除心中的怨恨，互人甲人搁好，也甲上帝搁好。互阮的官员以及政治的人物，拢会知影主的道，是放下私欲，用仁爱、公义、甲勇气，以及主所赐的智慧。来导无国家好的政治，为人民来付出，
因的能力。上帝啊，现今地球的气候变迁，现在已经年尾，犹原阁有真侪风台。求主用你的恩典慈悲来帮助阮，互受到风台搅扰的所在，无论是政府也是民间，拢有你所赐的气力来互相帮衬，互损害减到上少。感谢主，你的带领，阮的教会已经设教128年，求你继续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伫你的面前更加敬虔。国家亲近你，互你的正义路伫社会中通过生活见证甲服侍，来显明你的智慧甲听。感谢你将阮的教会放伫即个真重要的所在，当人民需要为民主出声的时，教会用来提供帮衬，互人得到安慰，互教会成做国家甲社会的光甲盐。当阮即时要按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来吹声。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14篇。启应文14篇是出自诗篇46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应哗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予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伫地。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折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伫地。下面咱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救主听痛的声，请大家起立，斗阵来吟。
请坐。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高的天父上帝，你有明明对阮讲，圣经的话是你所默示，伫教训、督责，互人归正，教人学义，拢有利益。恳求你即时将你的话教示阮，也拍开阮的心门，用谦卑来领受，谨慎来遵守。用各项的智慧，将你的话丰丰富富藏伫阮的心，彼此教导，互相勉励，伫言行、爱心、信心各方面拢有好的榜样，将你的话见证伫阮的生活，落实伫阮的服侍，成做福音的种子，也伫逐所在，有一日会布芽。开花结实济济，互你的名得到应显。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15章第1节到16章14节，请大家注意看，听我的来读。15章。上帝要毁灭摩押，第1节，这是有关摩押的信息。摩押会安尼荒废，伫一暝中拢无去啦。摩押会基尼荒废，伫一暝中拢无去啦。基本的人民去因的寺庙伫遐提靠，摩押人为着尼布甲米底巴哀哭。所有的人头壳剃光光，逐个人喙手剃了了。因伫街头拢下抹布，伫广场甲家己的厝尾顶剃口，目屎插插地。希实本甲以利亚利出声哭，因悲哀的声伫雅节拢会听到，所以摩押武装的军人大声喊。因的心失胆，摇摇喘。我的心为着摩押提口，因的难民都走去索尼，到伊基拉、西里西亚。因爬上裸体的山坪，哪爬哪哭。因都走去河路念，因为受毁灭，大声哀哭。灵溪的水干去，溪边的草蔫去，菜苕死去，青翠的米拢无去。所以因得到的财物，所有囤积的物件，拢会搬去柳树溪迄边。因为哀惨的声音已经传遍摩押四境，啼哭的声探到以基连。传到比尼以林，地门的河流的水拢是血。毋过我上帝要加听地门的灾难，有使来对立摩押的难民，甲迄所在所流亡死无去的人。16章摩押的绝望，第1节。恁摩押的难民，就对旷野的西拉送羊仔做礼物，互耶路撒冷的首领。摩押的人民会伫阿伦河无目的乱踅，亲像鸟仔，互人对鸟仔收赶出去，逐所在流浪，飞来飞去。因会对犹太人讲：恁着甲阮教示。教阮安怎做？求你，互恁的印影伫日时的时，亲像暗暝，甲阮遮的逃命的藏起来，互难民的行踪无人知。求恁容允受赶逐的摩押人甲恁住，通做因的避难所，互因免受毁灭。
当压迫停止破坏煞，强迫对国内消息的时，台密假有一位王会用信息统治，伊的王位会用仁爱建立。伊是祈求公平、实践公义的审判者。犹太的人民讲，听讲摩押人非常的骄傲，自古自代，骄傲甲急，因的夸口拢是空空。所以摩押的啼哭，每一个摩押人就为摩押啼哭。恁会因为食袂到今年哈列色的葡萄干园哀伤，希实本的田园荒废，西比马的葡萄树打起，列国的君王压制葡萄树上好的树枝，这个枝捌传到亚舍，传到旷野，甚至搬过海，去到外国。所以，我要甲亚舍做伙为着西比马的葡萄树提靠，希实本甲伊利亚利亚，我要用目屎甲恁灌压，因为恁修行的成色的果子，甲我国欢呼的声音已经煞，欢喜快乐已经对果子园消失啦。伫葡萄园无阁听到歌声，嘛无阁有欢呼，无阁有人伫酒窟打酒。我互欢呼的声停止，所以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我的心肠为着今年哈列色哀伤，亲像琴发出哀怨的声。摩押人虽然拼命去山顶、山头弹，搁去因的圣所祈祷，总是拢无采工。以上是以前上主所讲有关摩押的话。现在上主伫3年内，照请工的年限，甲摩押的荣华一定会消失。虽然人口遐尼多，毋过剩落来的人真少，阁衰弱。以上，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境界，咱的帮赞。下面要请希望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歌是《希望的源头》。
这时，咱要请郑永文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上主予摩押绝望”。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今仔日用这个准备抬杠节的这首诗，希望的源头，耶稣的出世要带来众人有盼望。互灵魂失丧的人诚做兄弟。咱读以赛亚进入到14章的15章甲16章，咱甲这两章放做伙，是因为这两章拢咧讲起摩押。拄啊甲希望诗班的歌倒变，今日的经文讲起上主要互摩押绝望，这是真。悲哀的信息，但是呢，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感受到诗人咧描写这个代志是带有感情的，因为今仔日经文的对象摩押，就是以色列人久长的厝边，摩押拄啊伫死海东边的高原，甲以色列边境是连做伙的。因为伊甲咱前两章13、14章读到巴比伦无啥共。巴比伦是真大、真强的国家，但是摩押毋捌是以色列的威胁，是一个真侪有些制造麻烦的厝边那定。所以先知伫遮用感情，嘛用不遮长的篇幅，要来描写上主对摩押的信息。会当讲是真特别的一段经文。大先咱小可来回顾以色列甲摩押中间的迄个复杂的关系。因过去捌冲突，总是嘛捌革命。搁较趣味的是因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毋若是厝边，嘛是亲情，会使安尼讲。咱若倒转去读创世纪19章，就会读到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外甥罗德的后代。创世纪19章讲到罗德甲两个查某囝秘去到山顶，结果两个查某囝为着要有后代，即个甲老爸灌酒乱伦，生出两个囡仔，一个就是摩押人的祖先，一个是阿文人的祖先。所以通讲以色列人甲摩押人是有共同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的老爸塔勒。虽然是亲情，总是历史顶头有足侪冲突。上早的冲突记载伫民数记22章到24章。当时摩押王巴勒看见以色列人真多是威胁，伊就去请先知巴兰要来救助以色列人。但是迄个时阵，上帝介入，咱若会记咧《民数记》内底记载真生动的故事。巴兰徛咧驴仔顶头，结果上帝使者咧路甲伊挡，驴仔看着毋敢阁行，但是巴兰甲拍，用拐仔甲讲，到尾也才知影上帝主动这样代志。所以巴兰后来祝福以色列，无甲因救助。但这也造成双方更较多的冲突。另外，摩押人因常常嘛来引诱以色列人，特别一寡摩押的女子会甲以色列人的查甫人行奸淫，佮引诱因去拜摩押的神明，甚至食祭物。这是记载伫民数记25章。所以后来上帝严严处罚以色列人，因为因去甲外族的人行奸淫，佮拜因的神明。后来进入到士师的时代，摩押人嘛继续压迫以色列人。真出名的例就是摩押王这个伊基伦，伊基伦联合其他的族群拍败以色列人，甚至攻下耶利哥，所以以色列人做伊的奴隶18年。
一直到史书以弗用计谋甲即个伊基伦王杀死，拍败摩押人，才得到和平。但是冲突嘛无安尼停止，佫继续不断。以上这是较济是冲突的例，但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甲摩押人中间嘛有和平交流的即种故事。上出名咱知影，就是以色列女子即个拿俄米，因为饥荒甲伊的规个家庭去到摩押住，后来丈夫也死，两个囝拢死。结果两个新妇都是摩押的女子，其中一位罗德，伫遐告别讲，以色列的上帝嘛是我的上帝。所以后来缀大家拿俄米倒转来以色列，后来嫁予波阿斯，咱会记得。所以这个摩押女子罗德嘛变做伫大必王的家谱内底。这中间互咱看见，通过罗德。摩押人甲以色列人嘛有和平交流的时阵，大必王嘛是有即种的故事。当伊咧刀劈扫罗的甲伊追杀的时阵，伊捌将伊的爸母托付予摩押王，甲伊保护。这是撒母耳上卷22章，表示讲因中间嘛有和平的时期，有一种和好的关系。不过后来，大必嘛，佫甲摩押人有战争，摩押人上尾只好甲对即个大必王进攻，进攻。所以整体来讲，咱今日要进入摩押人即个故事的时阵，咱会记得以色列人甲摩押人有亲情的关系，虽然经历真侪冲突，因为中间有无共款的宗教。有政治的野心，所以彼此对敌。总是另外一方面，因嘛有和好的时阵，交流的时阵，是伫即个背景下面，咱来看今仔日诗人对摩押所讲的话。今日诗真长，15章到16章，但是会当分做4段。第一段是头一条的哀歌，伫遐哀悼摩押要毁灭。第二段16章1节到5节是有请求甲回应。对16章的6节到11节是第2首的哀歌。到最后12节到14节做出宣判。这是今仔日的规个结构是安尼。咱先来看第一段15章。15章这首哀歌，伊的步调真慢，描写的过程嘛真完整，表示讲。诗人伫遐做出哀悼，是真实的，迄感情是真实的。这甲咱头前读巴比伦13章、14章的时阵，伊用的口气是讽刺，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迄种的口气，伫遮拢无，伫遮对即个受苦的厝边表达真实的感情。第一节伫遐讲起，伫一届的暗时的攻击内面，规个摩押拢失落去，伫遐讲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啊。到底这场战争是甚物款的战争？学者有无共款的描写？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公元前第8世纪亚述王来攻击的时阵。嘛有学者主张讲，这已经是公元前第6世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毁灭摩押的事件。咱毋知影倒一个，但是真清楚，摩押面对全面的毁灭。所以，搁落去第2节到第4节，面对这种哀伤，上适切的回应，就是集体性的礼仪的哀哭。所以，咱伫遐头着讲，因去因的庙，伫遐啼哭，头壳剃光光，喙手剃了了，伫街路下抹布，伫广场甲家己的厝尾顶啼哭，是一种全面宗教性的迄种哀哭的情景。
第四节伫遐讲爱悲哀的声，伫雅节拢听会到。雅节是咧摩押上北边，伫中心的城市伫遐哀哭，连北边拢听会到，表示讲是全面的哀哭。进入5节到6节的所在，诗人家己的心情嘛投入入即内底。伫遐讲，我的心为着摩押啼哭。接落去，伊搁带出逃难迄种惊吓的情景。伫遐讲，因就算走去倒，遐的物件嘛拢已经毁灭。你走去到敢若较好的所在，但是遐嘛已经毁灭啦。伫遐讲，零溪的水打去，溪边的草凋去，菜苋死去，青翠的米拢无去。诗人知影战争对土地、对环境的破坏，所以难民什么拢无。进入到7节、8节，伊搁进一步描写，伊毋是咧敢若逃难嘛定，因是咧撤离因的家园，规个拢要撤离。伫遐讲，因得到的财物，所有囤积的物件，拢要搬去琉球溪啊！咱想象即种全面的撤离搬徙迄种情景。无偌久以前发生伫卢安达，发生伫波斯尼亚，发生伫塞尔维亚，伫黎巴嫩。咱阁想象现在的乌克兰、加沙走廊，拢是伫遐撤离家园的情景。咱想象规厝间的物件，你要怎样踏入去一只细只拖车啊拖咧走咧？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情景真悲哀，连诗人嘛伫遐哀哭。进入到最后一节第9节，咱才感受到毁灭的气力是无法度动的。伫遐发动者是上帝，上主家己讲：我上帝，我要搁加添因的苦难。加添什么？伫遐讲有使来对立摩押的难民，甲迄所在流亡死无去的人，使要吞食一切。这，互咱想到阿摩斯第3章12节，伫遐讲，使若来加，你对使的喙唱出来，剩2支羊仔骹，甲一块仔耳仔，迄是真恐怖。惊吓的情景，这是第一首的哀歌。然后15章1节到5节，咱真读的时阵，拄仔读意思袂足清楚。1节到4节，那亲像摩押对犹大提出请求，要求会当保护因。4节到5节是犹大的回应。伫遐讲送羊仔做礼物，互耶路撒冷的领袖，这过去摩押人就捌用羊仔做进贡的物，互犹大。这毋是要进贡，这是咧收保护费，咧收保护费。毋望犹大让帮助因，伊要甲伊收保护费。摩押人伫遮面对真悲哀的情景，诗人伫遐描写，亲像鸟仔。互人对鸟仔收赶出去，逐所在流浪，飞来飞去。因为安尼，就请求犹大国提供指教、公平甲保护。而且所讲的，毋是讲请因出兵斗相战，毋是，是咧讲提供一个庇护的所在。经文讲，求恁用阮受赶逐的摩押人甲恁大，通做因的避难所。摩押人因为甲以色列人有一种久长的厝边的关系，所以真大胆提出这种的请求。但是4节下半到第5节，
咱读无犹太怎样回应？伊拢无讲要提供庇护啊无，颠倒诗人啊像看远将来，伫遐讲当遮的战争危机拢停、拢煞、拢消失的时阵，上帝要搁一摆用坚定的听甲信息建立大笔的宝座。所以摩押提出请求，犹太人的回答无讲未啊未，只有指向将来讲，等应允的时阵来的时阵，新的王要建立慈爱、公义、公平的统治。安尼，当迄个时刻来的时阵，摩押人敢有包括伫即个应允内底咧？这咱毋知影，咱看下上尾再来讲。然后咱进入第6节到11节是第2首的哀歌。这首的哀歌甲头前第1首15章内底主题拢共款，失丧、哀伤等等，深刻的感受。但是顶一首的哀歌无提出控诉，伫遮第6节足清楚控告摩押是骄傲、是自高、是空虚未见效。所以，那亲像第2首的哀歌，更较明咧讲，因为恁骄傲、恁自高，恁才会受到这苦难。因为第6节提出这个控诉，咱接落去看到第7节、第9节、11节这3段，拢用所以来做一种的改变。因为恁安尼，所以安那。第一个所以，第7节到8节，过去荣华富贵拢无去啊，而且讲起摩押古早生产足侪葡萄美酒，会当满足列国的君王啊，甚至这葡萄已经会当外销到海外，但战争要互这一切拢无去。最后佫伫遐讲，今年哈列瑟的葡萄官员你嘛食无，这是圣经内底佫若该出现真出名的甜点，以色列人真爱食的甜点。你连这嘛无通食，敢若咱甲你讲啊，你无波霸奶茶通啉嘛，差不多这个意思。第2个，所以是第9节到第10节，伫遐讲过去修成5国过实，欢喜唱歌，欢呼歌声，但这拢无去啊，剩安静的失败甲死亡。古早修成的迄个葡萄的水歌，担去有战争的迄个号角，该取代啊。11节最后一个，所以讲我的心肠嘛会哀哭。这个心肠是表示讲真正出自内心的意思。诗人伫遐讲，连我肠仔嘛拍结，为着恁肠仔拍结。弹出来琴的声是哀怨的声，当伊看到厝边拄着遮尔凄惨的情景的时阵，伊嘛受到着惊，伫遐冲击。最后12节到14节是结论，伫遮咱看见伊的文体对诗变做散文，散文体。伫散文体内底讲，摩押人。就算恁拼命去山头团，去圣所祈祷，拢已经无采工啊！伫迫切中间，摩押人会去求家己的性命，但是诗人讲已经袂赴啊，无采工。而且重点是咧讲，已经无法度挽回啊，无法度挽回啊。13节到14节用宣告的表达方式，以前上主讲的。当上主现在上主要安尼讲，伫3年内底要照请工的年限，摩押的荣华一定会消失。荣华这字，希伯来文讲是真有分量的意思。消失这字，希伯来文是讲无分量的意思。一个有分量的国家。
担要变做无分量。毋然安尼，最后半则讲，因人口真多，不过剩落的人会真少。毋然安尼，佫衰微，佫衰微。而且甲头前15章第9节讲，使要堆肉，甲因拢食了了。而且那真像有一点仔五万讲，佫有剩来的人。不过呢，因是足衰弱，足衰弱。这是今仔日的这个经文的结论，结论。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学习什么款的功课呢？我伫遮提出2点，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头一个是经文16章第6节，真清楚讲起摩押人的罪，是骄傲甲敬拜假神，敬拜因的偶像崇拜。然后16章12节，佫讲，就算因倒转去挖靠家己的生命，因的生命叫做基抹，因嘛无法度得到保护，无法度改变命运。虽相对摩押人的攻击，毋是干那以赛亚那条，咱若去读耶利米48章、以西结25章，拢有真长咧讲起摩押人的批判。内底讲的拢是共款这2项：骄傲、偶像崇拜。而且咱会记得《列王记》上悬讲起以色列王所罗门王的时阵，捌讲过，伊嘛捌去拜摩押的神明基抹，甚至甲伊起祭坛。基抹迄个时阵去用叫做通掩恶的神明。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基抹的敬拜内底可能牵涉到将囝儿献祭烧死，所以才会叫伊讲是通掩恶的神。讲起摩押人的罪、骄傲甲偶像崇拜，咱过去已经探讨足侪解骄傲这样代志。咱今日来小可思考假神，还是讲偶像崇拜这个主题。这是宗教改革非常要紧的主题。大家注意的是，当咱咧讲假神的时阵，重点较毋是咧批评其他的宗教，讲其他的宗教是假的，是较倒转来咧反思信仰的本质。做基督徒，咱的敬拜敢会变做是偶像崇拜？咱的拜敢会是假神？真出名这个瑞士的改革家慈运理，伊就讲偶像是啥物？偶像就是存在伫人心内底的迄个假神呐，早就已经存在咱心内底的迄个假神。咱有时阵表面那像咧敬拜上帝，但是内底迄个假神、迄个偶像，往往会走出来取代上帝。所以伊主张讲宗教改革，就是对偶像崇拜转向敬拜真的上帝，这是所有基督徒拢爱自我反省学习的。咱长老教会开创者加尼文对这嘛有真要紧的提醒，伊知影人真容易堕落，所以伊将偶像崇拜的根源放伫人家己的心。伊真出名一个表达，就是讲人的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啊！咱不管是咧制造新的偶像，毋是讲外口世界咧甲咱引诱，是咱家己做出这个假神。伊将基督徒的生活放伫真实的礼拜这项代志，所以伊讲礼拜的真实无真实，咱来去检讨，咱是毋是将礼拜变做一种灵性的交易？敢若想要为内底得到好处，那安尼这个敬拜就无真实。这后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把这种态度叫做廉价的恩典，廉价俗价的恩典，这就是真容易互咱去思考的所在。改革中对青少年做教理问答的教育，嘛会引带因思考这个今仔日这个真要紧的问题。讲到第一届讲
除了我以外，袂使有别个上帝。即个教理问答内底就咧问：啊，你内心敢有假上帝？你敢有假上帝？你也检讨你家己内心有假上帝无？假上帝包括啥？比如占星术、算命、金钱，还是其他啉酒、性的滥交等等。伫迄个16世纪教理问答，因就已经用这个方式咧教导青少年。你家己爱去检讨，你内心敢有假上帝？你若有会晓分辨什么是假上帝，你才会当将你的心真实带转来敬拜真的上帝。这是咱今日对摩押人会当学习的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去分辨咱心内底是毋是有假上帝。第二个信息，今日要甲咱做学习的是要怎样对待厝边啊，是讲亲近的人。伫今日的经文，咱看到做这个久长的厝边的摩押人，受遐尼大的苦难，连以色列人嘛流出同情的目屎，诗人搁较表达出讲伊的心肠拍结，所以这首歌、这诗歌，并毋是要说教，毋是要谴责，是做一个厝边观察，嘛表达出一种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迄种心情。会使讲，咱今日读的这2章的诗歌，是带有怜悯的感情的一种哀歌啊。上面确实是哀歌，看见因的可怜、因的错误，但是迄个表达方式是有感情的。确实，以赛亚内底定定要甲咱提醒，上主的公义，拢是会甲怜悯的感情绑做伙，绑做伙。到16章第4节、第5节遐的时阵，特别有讲起摩押人提出请求，恁敢会当互阮保护？犹大国无做回答，咱拄仔讲，伊敢若讲无偌久，咱要看见上帝应允，上帝要用坚定的听甲信实建立大笔的宝座。而且学者有无共款的看法，有的认为，伫遮咧讲的宝座、大笔的宝座，主要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是嘛有学者讲，伫将来上帝子民内底，可能嘛会当包括摩押人伫内底。所以这个问题就帮助咱来思考，咱要怎样款待厝边这样代志？厝边毋是干那住伫你边隔壁厝边那定，也包括咱的亲人，可能咱的亲属。因为久长做伙，久长生活做伙，互相熟悉理解，总是嘛会产生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甚至有时阵会看轻，还是要甲压制。所以厝边，咱会去遐判断，什么是好厝边，什么是歹厝边，咱会伫遐咧想。我真爱一个天主教的作家 Chesterton， 伊写一篇文章来讲，为什么咱爱好好思考厝边这样代志。伊讲这个近东的这个经典，亲像以赛亚书，有遮尔有智慧。伊咧提醒咱，毋是干那要好好款待人那定，伊特别讲，你着好好款待厝边，无讲人，讲厝边。为什么呢？你若讲人，咱就会家己选择我爱的人，咱家己选什么人做咱的朋友，咱选什么人做咱的对敌，但是厝边是上帝予咱的，你袂当选择，迄就是厝边。咱怎住伫都市大楼内底，咱拢有厝边。这个厝边就是伫遐遐尼近，伫遐咧考验咱怎样去对待这个厝边。伊若亲像上帝对人类内底抽出来一个样本，放伫咱的身躯边。因为伊有可能是任何人，伊就代表所有的人。
Chesterton 讲，伊敢若是一个意外，但是伊嘛是一个上灯。你要怎样对待你这亲近的人、厝边？我古早捌提醒过，这个 C.S. Lewis， 这个英国作家写这本《四种疼》这本册，伊内底嘛对亲情的疼做出足有意思的分析。伊讲亲情的疼，咱的亲人的疼，是上平实的，袂假，拢袂假，也袂讲究，自然就会对亲人有感情，有包容性。但是讲嘛要注意的，这种伤活的这种疼，会带来家庭无快乐。迄个无快乐，毋是因为欠缺疼，有时阵是疼伤济啊，疼到甚至有时要情绪勒索，情绪勒索。所以亲情的疼嘛是另外一种对咱的考验。咱若好好啊，会当来知影怎样对待咱的亲人，咱的信用甲生活的品质就会得到改善，得到改变。厝边亲人拢是上帝予咱信用的功课。今仔日通过摩押人甲以色列人的关系，予咱搁一摆嘛来反思，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信用内底，咱怎样款待咱的厝边、咱亲近的人？毋望上帝带领咱伫信用功课中间继续来学习、来成长。咱做下头来祈祷。阮天听人的上帝，阮今日通过摩押人面对审判毁灭的诗歌来学习。阮对因会敬拜假神这个功课学习，阮家己嘛怎样去检验阮家己的信仰心态，袂落去拜假上帝的心态。做以色列人的厝边摩押人，久长有真复杂的关系，带来麻烦，也常常制造问题。但是当因受苦的时阵，诗人嘛感受到迄个痛。这也提醒阮对厝边、对亲近的人，要怎样学习信仰的态度甲功课。恳求你将今仔日这2章的诗歌内底的信息放伫阮的心内，检测也无简单的答案，总是要诚做阮继续体会学习的信仰功课。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6首，圣诗546首。天父在我一生光阴，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即时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同心祈祷。第一是为着教会设教128周年，感谢上帝带领。第二，为着11月28号壮年牧区感恩节联合聚会。第三，为着大港节、圣诞节期的各项的准备，请大家同心来祈祷。这是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教会已经128年，求主啊继续看顾阮的教会，所属的信心的平安的经历，要为着在你背后壮年牧区，感恩你智慧，智慧，去做这个事。这时，咱要请苏县长谢梦如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阮伫天理的爸，感谢你的保守甲引带，互泽兰教会设立到今已经128年。你竞选代代信徒伫即个教会敬拜乌罗里，伫遮找到属灵的家，嘛同心为着台湾来出声来祈祷。感谢主，互教会伫拄着困难甲挑战的时阵，一直有看见你的大权能甲荣光，嘛常常有领受对你来的新的恩典。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恳求天父上帝，使用阮这代信徒继续同心合意，为上帝国做光做盐。伫11月28号，壮年牧区要举行感恩节联合聚会，要做伙来分享见证主的恩典。感谢上帝为阮陪伴团契小组，互兄弟姊妹会当伫遮学习彼此关怀、相听、代祷，来帮助大家搁较认捌主，信心得到坚固，活命得到快乐。伫要来的大港节、圣诞节期，教会嘛有备办赞美礼拜、圣诞爱餐、福音茶会，已经庆祝会等等的活动。我要用这个感恩节庆祝圣诞的节期，开大门邀请朋友进入教会来参与活动，求上帝保守教会伫所规划每一个组织、活塞甲活动，拢有好的动员甲参与，一切拢平安顺遂。愿阮所规划所做的，拢会当合你的旨意，互你欢喜。嘛恳求上帝保守众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专心注目伫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好的生活见证，邀请搁较侪的人来参与。嘛求上帝赐福每一个参加的人，拢会当明白你享受的救恩，感受到对你来的疼甲平安。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即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成做咱的祈祷。请坐。即时，请掀开周报，通知的事项，听我来报告。第一项，设教128周年纪念。1895年，日本基督教传教局和合居府牧师伫1896年5月27号来到台北宣教。伫1896年11月22号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就是咱教会的前身。到今年已经是128周年。小会有为着130周年，来设立筹备小组。这小组内底的负责的人，请咱家己看。第二，2024年基督君王主日，主日11月24号是教会年历的上尾一个主日，佫叫做基督君王主日，是大降节的前一个主日。宣告基督救恩完成，伫宇宙中甲世界中的主权，叫人来尊重基督为做王，停止战争，来享受和平的幸福。第三，全教会工作，明白咱的教会，小会定伫11月是教会月，来强化咱教会的历史记忆。帮赞，尤其是这个年轻的信徒以及新的会友，来明白咱教会的源流甲发展的过程。透过回顾教会历史，分享信仰的故事，以及深入研读神学的教义，所以会互信徒来信仰来定根，更加深体会到家己所信的信仰连贯性甲深度。所以咱有这个讲座时间是伫个11月24号早起的11点，地点是2039室。第四，山顶上的卡印感恩音乐会，咱教会陈明德执事甲一寡爱好音乐的人来举行这个山顶上的卡印这个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去投票来参加。明德执事要伫当中有独唱8条歌，请大家欢迎大家来参与。时间是伫个11月24号2点开始入场，地点是台北中山堂。投票请到办公室去登记。第五，奉献编号登记。欢迎已经受洗稳定伫咱本教会聚会，若是还无即个奉献的编号、约定奉献的地仔，欢迎伫12月8号以前来办公室登记，方便教会做每年度的即个奉献季的更新。第六，这人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要开课，欢迎大家来参加。也请大家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下面有6项的即个课程，请咱家己注意看。第七，
守护台湾祈祷会，欢迎参加每周礼拜五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祈祷会。啊，11月22號来斗阵为着上帝国来代祷。啊，下面详细请咱家己看。第8，圣经讲座浅谈上好的圣经译本，时间是伫个12月7號10點，伫咱的大禮拜堂。主讲是即个黄时木博士，啊，即个黄博士即个介绍伫下骹遮，也请大家家己注意来看。第9，圣诞节期洗礼报名，伫个12月8號、12月24號的禮拜中要舉行聖禮典。既然有準備心要接受洗禮的，請牧師來報名洗禮的課程。第10，大禮拜堂音控培訓，大禮拜堂的即個音像吼，咱即馬看已經攏更新工程也差不多完成。啊，即個廠商有提供2擺的即個培訓，時間是伫個12月14號下晡1點，以及明年2月15號1點。啊，請即個音控的同工來出席參加。啊，伫這進前，是迄個家方幹事甲總領弟兄來指導使用咱的即個音響吼。11，感恩節感恩分享聚會，因為主豐盛的慈愛，咱一同來獻上感恩。眾年莫屈佇個即個11月28號感恩節迄天的暗時6點，伫主禮屋甲即個大禮拜堂來舉辦即個感恩聚會。啊，請歡迎所有的兄弟來邀請親情朋友來參加。因為有需要備餐，所以請伫11月20號以前來完成報名。即個時間地點是拄仔已經講過，請大家家己看。12，歡迎甲在線聯影展甲講座，這是行政院不動產東散的處理委員會甲本會來舉行即個講座甲聯影展，啊，歡迎兄弟來參加。聯影展是伫個11月16號到12月1號，伫個咱的 B101教室。迄個講座是伫個11月16號早起10點到12點，伫個咱的小禮拜堂。下面即個團契消息、教界消息、近期的事工，請咱家己看。下面要請即個鄭永文牧師來介紹新朋友。今仔日有迄個我為美國倒轉來的朋友吼，林友堅甲陳淑成夫婦，請恁徛起來，互阮甲你歡迎吼。多謝，請坐。請咱兄弟也彼此請安吼。这是咱做尾来吟尾变诗，圣诗390首，阿老天父万福本源，请大家起立，吟诗煞，请郑永文牧師来祝禱。
愿上帝平安，保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闭会，若是有需要带岛的兄弟来到教会我济南路的雨伞骹，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来交易。